好啦，咁嚟緊咧8月份咧，我哋中原咧會舉辦一個咧豪宅巡禮嘅活動嘅。咁首先咧講下最近咧豪宅嘅情況先，係啦。咁啊，其實咧由最近咧即係免稅政策600萬之後咧，咁啊豪宅最近咧個成交係活躍咗嘅，係啦。咁啊由4月份其實錄得咧多宗嘅成交嚇。咁啊一般豪宅我哋講緊咧就1500萬總金額咧就我哋定義為豪宅啦。咁最近咧1號湖畔啦成交咗超過10宗嘅成交嘅。咁啊星河灣名門世家咧亦錄得咧4000幾尺嘅多宗嘅成交，豪上嘅複式都有成交，咁啊金峰咧亦都有大平層嘅複式咧有成交，咁啊講緊別墅咧最近咧喺路環咧亦都咧成交咗2套嘅單位，咁其實而家咧現時澳門嘅豪宅嚟計咧由2021年咧講緊尺價咧去到10700幾蚊一尺嘅，咁而家咧就回落到去咧講緊咧平均頂樓嘅豪宅咧都係6000蚊尺啫，咁形成咗咧非常之抵買，非常之低水啊，咁相信嚟緊咧就成交量咧會增加，咁亦都咧開始築底㗎啦，都形成咗一個超賣嘅現象。咁最近亦都好多客戶咧就物色緊一啲咧優質嘅物業。咁今日咧就同大家睇下精選豪宅單位。豪宅巡禮精選第1位主教山莊，位於主教山頂端嘅相連別墅物業，可使用面積超過17000尺。別墅係由2張獨立契組成。景觀一望無際，見證住3地嘅繁華，環境優美，鳥語花香。喺主教山上面，地靈人傑，住喺呢度空氣清新，個人都精神爽利啲啊！咁尊貴嘅物業，而家驚喜價發售。如果你想總價細，但係又想面積大嘅話，不妨考慮下位於呢個主教山畔嘅盈泉獨立屋別墅啊！呢間獨立屋係由3層組成嘅，咁佢嘅建築面積係3062尺，3房嘅設計。呢間屋最大嘅特點就係可以喺室內直通自己嘅私人停車庫，如果落雨，返屋企完全係唔會濕身㗎。除咗入戶花園之外，喺佢側邊仲有一個約600尺嘅私人花園添。喺主教山畔可以買到咁細冧心嘅別墅，而家只需要1680萬就連埋一個獨立契嘅私家車位添。轉個身，我哋就嚟到1號湖畔一個極高層嘅4房單位啦。咁呢個單位嘅特點，除咗係無遮擋景觀之外咧，佢係仲擁有一個超大嘅露台㗎。單位嘅分佈係由4房、2個套房，再加一個工人嘅套房組成嘅。前後門嘅設計大大分開咗工人同埋主人之間嘅私隱度。而家高層仲要有露台嘅單位放售，真係唔多。咁靚嘅1號湖畔單位，而家只需要1680萬啫。跟住我哋就嚟到南西環湖雙湖地段嘅天璽湖別墅項目啦。建築面積由2000零尺至8000零尺，入場價由3000零萬起。而且大部分嘅別墅都有前後私人花園同埋獨立嘅停車庫㗎。咁天璽湖別墅咧就分為3個唔同嘅主景觀嘅，分別就係東南觀光塔煙花景、南環湖全湖景同埋南環特色都市景。終於嚟到氹仔地段啦！接下嚟為大家介紹嘅呢一個單位就係位於氹仔金光大道頭段嘅柏海灣複式。成間屋建築面積約莫3590尺，係一個4房加工人套房嘅戶型嚟嘅。咁單位咧就有幾大特點。第一，2面單邊，除咗可以飽覽醉人嘅江景同日落景之外，亦都可以將氹仔繁華都市景盡收眼底。室內除咗有約10米高嘅樓底之外，亦都有自己嘅專屬電梯，返到屋企住複式都唔使行樓梯㗎。咁靚嘅金光大道複式單位，而家竟然唔使1萬蚊一尺。好嘢咧就唔好俾佢停，喺我身後面呢個咧就係位於鄉村馬路頭段嘅獨立屋別墅。呢間屋有咩特點？成間屋建築面積約3900尺。呢間屋嘅側邊會有一個入戶車庫，如果前後泊嘅話，可以泊到3至4部車。除咗入戶車庫，仲有一個入戶大花園添，成1000尺嘅大花園，同班 friend 喺度燒烤或者做戶外運動，哇！真係好有生活態度啊！以前需要接近5000萬嘅別墅，而家只需要半價你就可以買得到啦。咦，眨下眼我哋就嚟到路環嘅竹灣豪苑別墅區域啦。今日就為大家介紹一個最上排嘅4層獨立別墅。竹灣豪苑總共由78間別墅組成，而我哋今日介紹嘅呢間別墅係位於竹灣豪苑最上排嘅位置。呢個區域只有14間，私隱度係極高嘅。別墅由4層連車庫組成，每一層都均有海景。講到呢間最上排嘅竹灣豪苑別墅咁正，大家係咪好想知道價錢呢？歡迎聯絡我啦！如果大家想獲取更多嘅資訊，我哋仲有各類型嘅豪宅、複式同埋別墅物業嘅，歡迎隨時聯絡我哋啦。